咱来听故事。交会，我要交会啊！我的生日愿望就是我要去外太空。大钱，你敢是我上好的朋友？当然是啊。安尼，我有代志要拜托你。妮妮啊，你的摇车卡敢画好啊？好啊，对我来去外太空。阿哥，哈，这是啥？哎，阿哥今麦要去上班了呢。阿爸，哎呦，妮妮啊，这是要创啥啊？阿兄，哦，你啥物？哎，外太空最危险的呢！你若准讲你是太空人，阿母失踪哦，还要坐阿波罗1号去哩哦。因拢安尼，不管，我要是要去，打电话给阿妈。喂，外太空哦，嘿嘿，听起来足好耍的呢。我的乖孙子吼要去外太空，阿嬷吼绝对甲你斗3工啦。有啊，咱来去妮妮兜。咱嘿啊，妮妮生日啊，这是伊互咱的摇车卡啦，伊邀请咱去外太空。哈，外太空？你若无去，一定会后悔啊！我去传我的装备啊啦。哎，对，不是啦，外太空是要安怎去啦？哎，等下啦。是上做规工的鸭头族啊！我要甲你掠走！免惊，阿哥保护你。甲恁惊到啊好！哎呦，母啊，你是讲咧创啥啦？哎，恁拢唔知哦，今仔日吼有一件大代志哦。哎，大钱，妮，我来啊！妮妮，我来啊！歹势啦，大家。哎，大钱讲吼，妮妮幼儿园有一个活动啦。哦，大钱，你有影是阮妮妮的好朋友呢。嘿，太空人啊，恁讲有收到摇车卡啊？我有。我敢若嘛有一张哦。我敢若嘛有呢。哦，今麦请大家将摇车卡交出来。嘿，嘿，嘿，咻！遐就是咱英人的目的地。各位太空人，对我来！哦。